就叫拉铁粉。喜欢吗？必做的棋子有没有？来，拉铁粉。 这首歌《拉铁粉》。小朋友了吧？一直玩气球。好，好，来，听，不要。等一下，玩，等一下。听哥哥的话，生气喽。好，有一首歌我希望跟你们一起唱啊！既然你们都认同，也喜欢阿美族的文化，阿美族有一个很简单的唱歌的方式，一个人当领唱。 其他人当打唱，打唱的会给领唱者力量，不要玩，听哥哥的话。
等下等到外面的时间晚。我没讲过呢，生气喽。好，一个人当领唱，其他人当打唱。打唱的只要反复同样的语句，会给领唱的力量。这是阿美族很传统的一种唱歌方式。要学哦，大家一起学好不好？好，石头歌。啊呜哎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当领唱打唱。 如果罗马拼音看不懂的，我们里面还有3个字一模一样，就很简单了。马上传下来。对啊，啊哇呀那咿呀哦嗨呀。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。我觉得有些人没有唱，来换中文的。 还是啊哇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大声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怎么还有人没有唱？我比较生气了。好，要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体谅你们，我们换比较枯手、比较好记的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我好记啊。再不会可能没有办法用打的。 啊哇呀那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嗨哇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哇呀那咿呀哦嗨呀。 都要唱哦，不要放弃自己。啊哇咿呀那咿呀哦嗨呀。 哦
年了。好了，时间过很快，真的很快。最后一首歌了。不要这样，我好累哦。然后因为这次演唱会就是费劲，我觉得我根本不像歌手，我像业务员，到处跑拜托别人。然后当然今天看到你们来，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人。谢谢。我等下拍照，我等下拍下来，把接回去给我外国看，很多歌迷，他们好像来过。好，那也因为有你们，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更要有力气继续唱，然后期待，我希望今年在年底再发一张创作的母语专辑。要支持我好不好？我都做棋子嘞，你要选乡长了。